我叫邱一鸣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，1000万奖金仅一步之遥。没有人会预测下一秒的困难，但每个人都知道不可能轻松离场。我真的觉得奇怪啊，为什么这古代人这么想当皇帝啊？拜托他们多读点历史啊！你看历任的皇帝多辛苦啊，每天那么累，后宫又那么烦，还不如当个太监来的轻松。不过，怎么会有人这么傻，在家里面放龙袍？不怕被人发现他的逆反之心吗？这问你不就最清楚了？我也搞不懂那些自拍的人，明明长得不咋地，每天一直拍，好像别人都看不见他一样。哎，我们不是好闺蜜吗？我不是说你啦，我跟你们讲，这种行为呢，就是刷存在感。放件龙袍在房间里面，每天提醒自己要完成任务，好像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一样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其实可能二王爷只是柳先生的一个棋子，他是帮柳先生夺取皇位的。不过按道理来说，要抢皇位也是先轮到二王爷先吧？哪里轮得到那个柳先生？他是谁呀？一点王亲贵族的 DNA 都没有，也有脸争？这个我们还得再查看一下，究竟谁要抢夺皇位？这不就很明显了吗？柳先生想杀了我们，想登上皇位。还没有，游戏的部分我们还没想明白。对，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游戏里面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们去幽兰谷找太子，问问他和柳先生是否有渊源，看能否从他口中问出什么。走。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压轴叫先走，这次我叫走？走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走。太子，太子，我们又来看望你啦！太子，您在哪里呀？太子，太子，上次你送我们吃的喝的，我们都用完了，能再送一点吗？还有啊，太子，那个尿豆还有没有同款呢？你去那边看看，看的质量不错，拿多几个也可以吧？啊，太子，松哥，嘘，别喊了，万一要是把柳先生或者二王爷喊出来了怎么办？王在明，这敌人在暗呐，你说的对啊。太子殿下，出来喝酒了。太子，嘘，别吵。你说他会不会去约会了？你傻呀，能出去就不叫软禁了。可能搬家了。如果他搬走了，按照理财角度来说，这里应该放苏的。难道是被人抓走了？哎，这还用说啊？有可能是二王爷，也有可能是柳先生，也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人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
只能去王爷府了。这是唯一一个我们确定知道的地方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叫自投罗网。你们去啊，我不去。万一我们去到府上，柳先生和二王爷已经烧好菜，在那儿备好了砧板，等你们上桌了，那不就惨了，小命都不保啊！可是我不入虎穴，谁入虎穴？你入，我不阻止你啊。不是说好同生死共命运的吗？同生不共死。贪生怕死之辈，那我们几个走。喂，等我害怕。你们都去，留下我一个，伦家害怕。万一柳先生找上我怎么办？啊？你们都知道的，我这么出色啊，哪怕漆黑一片呢，都能找到我的。放心，你那么辣眼睛，应该没人会看你的。好好在这待着吧。哎，我是领导者，没有我在，你们会招架得住吗？小明在这几关已经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分析能力，他才是我们的军师。你 no， 自己待着吧。喂，讲道理。不是我在这里调和一下节奏的话，这游戏不是太快太枯燥了吗？啊？思聪哥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乐趣。对，很多吐槽的乐趣。哪有你这么说话的啊？你和郑元宝还给我们上演了相爱 CP 的真人秀了呢。又扯我们干嘛？你自己待着去。喂，别走啊！喂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跟着宝宝走，不是跟你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别拽，哎，别扯，哎。今日用一局定胜负，胜者为王。一局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我有千军万马，任你怎么打，也打不进来。本王屡次派出绿萝，都未能成功。想不到你如此命大。剑闪刀舞，一招不成，拿下江山靠的不是人数，而是技能。你的美人计不错，可惜绿萝早已香消玉殒。惊涛骇浪，瑕不掩瑜，看你怎么抵挡我的连连进攻。本王故意卑躬屈膝，你便得意忘形，疏于防范。你根本就不像原来的柳先生，你到底是谁？到底技又有何用？一个没有皇室血统的人，凭什么要当皇帝？当皇帝靠的不是血统，而是能力。能为百姓谋福祉的，就是好皇帝。为了抢玉玺，为了夺皇位，杀了多少无辜百姓？一点小牺牲在所难免，成大事不拘小节。我皇兄至少比你有怜悯之心，那你又忤逆到要抢皇位，那是因为你从中作梗。牛不喝水，能强摁头吗？我是不会让皇位落入外人之手的。你呀，忤逆
逆家族，众叛亲离，背叛同僚，我只是替天行道。为义归顺，无为用儒，何来背叛？儒与为帝，本王为何不可？你是何人？在下柳风阳，柳先生。你就是爱妃主夫的柳先生。承蒙太子妃器重，正是在下。冷剑不是说你已经自杀身亡了吗？哼，刘某并不是苟且偷生之人，只是略施计谋罢。你有何居心？事到如今，难道殿下还没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王爱妃如此信任你，将护主登基如此大任委托于你，你却如此狡诈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刘某只有一心，那就是王位。至于房基，全是他自己的构想，我可没答应过要帮他。爱妃真是错信于你了。也不能这么说。房基嘱咐我别让二王爷对你动手脚，刘某不还是礼待吗？你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。对，我有私心，谁又没有？皇帝二王爷不能当，我能当。凭什么？凭我比你更懂百姓疾苦，比你更懂国事军法。这皇位的继承本来就不是什么天命，而是有能力者居之。你以为你杀了本王，就能让百姓幸福吗？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我劝你还是别浪费口舌了，赶紧立下口谕，称你病重，把皇位传给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安排风光大葬，保你最后的尊严。本王就算死，也不会将先帝遗愿传位于你。那你今天就跟着你的二弟去见你的先王吧。皇帝怎么了？他对你不安好心，我只是稍加利用，他就听命于我。可是现在，他看起来也不听话了，我就帮你铲除异己。难道你不应该谢谢我吗？皇天在上，你的所作所为会遭天谴的。现在已经不由天来决定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保护太子！真的是柳先生。哎，老朋友，玩啥呢？早就说过你不是什么好人，果然是一只老狐狸。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扰乱我的计划，早知道就不应该让你们活到现在。什么计划？从我安排二王爷这个棋子开始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要不是你们不听从任务安排，我根本不用亲自动手。哦，你看，
承认了吧？哼，所以我们猜的没错，你果然是假死。没想到你的戏演的还挺好的啊！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滚你个头啊！死尸你都敢演，亏我们凌晨姐那天猛戳你啊！你都能忍得住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种雕虫小技就能蒙骗你们？不是我聪明，而是你们太笨。你以为你们只是丫鬟做的事情，不知道吗？早在你们进入房间之前，就已经服下了吸心丸。你果然是处心积虑啊！可我们一次就毁了你的全部计划。哼！筹划了这么久的计划，是不会给你们摧毁的。做人不要那么执着，你妈没教过你吗？当皇帝有什么好的？为百姓谋福祉，放你个狗屁！你就是想要穿上那件黄袍，享受天大地大你最大的快感。是又如何？你以为权力和欲望就仅仅是一件黄袍的意义而已吗？你承担的可是天下苍生。说得好，我便是天下。你野心这么大，充斥着个人私欲，又怎么能为百姓着想？那我也比这个废柴太子强。太子择先仁后，心存真爱。对，你说说你啊，身上哪一点比得上太子？年纪又比我们老那么多，哎，说不定哪一天啊，就一不小心三只太高死了呢。样子又没有太子长得帅，戏粉当然也没有太子厉害，怎么发号施令啊？痴人说梦话，风言风语。你才疯，你全家都疯，想当皇帝想疯了。如果你有天当上了皇帝，你就后悔莫及了。今天我们劝你，你不听，没有办法了。兄弟姐妹们，上！我先上。滴血模式。多慢，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天各一方，互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